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凌晨2時成長課嘅 YouTube channel。唔知喺啱啱過去嘅呢個星期，你又有幾多晚係眼光光望住天花板，個腦好似一架停唔落嚟嘅過山車，係咁行，係咁轉，直至天光。你覺得好累，但你偏偏停唔到。你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係咪一世都要被呢一種焦慮窒息感綁架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個聽落去好瘋狂，但可能會救返你一命嘅真實故事。想象一下，一個20幾歲就做咗跨國企業財務總監嘅天之驕子，擁有人人羨慕嘅高薪厚職、名車名望，但喺某一天，佢突然將所有名利、物慾，甚至連性生活都全部放棄，隻身走去泰國森林出家做和尚，一做就做咗17年。而當佢17年後返到文明社會，佢帶返出嚟最震撼世界嘅一件禮物，居然只係僅僅4個字。呢4個字幫佢度過咗人生最絕望嘅抑鬱症，甚至響佢後來患上不治之症、全身癱瘓嘅時候，依然能夠面帶微笑，安然走到生命盡頭。呢本書就係由瑞典前森林僧侶比約恩所寫嘅《我可能錯了》。現代都市人嘅生活表面上好豐富、好充實，但內心往往係處於一種溫飽嘅孤獨之中。網上好多讀者響睇完呢本書之後都話喊到收唔到聲，因為比約恩精準咁寫出咗我哋最難受嘅3個痛點。第一個核心痛點係精神反於同埋過度焦慮。我哋每日嘅大腦入面都充滿住無數嘅小劇場。佢頭先個眼神係咪針對我？如果聽日個發表會做唔好，老細會點睇我？比約恩響書入面講過一個好深刻嘅故事。當佢第一天響泰國森林開始修行嘅時候，佢本來以為自己可以好平靜、好神聖咁融入大自然，點知一坐落嚟，佢個腦好似開咗個瘋狂嘅馬戲團一樣，過往所有受過嘅委屈、對未來嘅恐懼，排山倒海咁湧過嚟，停都停唔住。佢痛苦到一度想執包袱走人。呢個時候，大師阿姜查走過嚟，同佢講咗一句好溫柔嘅話。大師話：唔好相信你腦海入面嘅每一個諗法，因為你嘅大腦好多時都響度講大話。呢句話一下子點醒咗佢，亦點醒咗無數個夜晚焦慮到失眠嘅我哋。我哋好多時嘅痛苦根本唔係來自事情本身，而係來自我們對事情嘅過度解讀同埋自我恐嚇。第一個痛點令我哋心累，而第二個核心痛點就令我哋活得好繃緊。嗰種痛點叫對控制權嘅偏執，以及對未知嘅極度恐懼。都市人太習慣去規劃一切，行事曆塞得密密麻麻，甚至連去個旅行放假都要精密攻略。一旦事情超出預期，我哋就會陷入莫名嘅崩潰。比約恩分享，響森林入面最難熬嘅其實唔係蚊叮蟲咬，亦唔係一日只食一餐，而係你永遠唔知聽日會發生咩事。有一次，佢哋要響暴雨之中起一座木橋。大家辛苦咗幾日幾夜，結果一場突如其來嘅大洪水，將所有心血一瞬間沖走晒。如果響都市，大家一定會怨天尤人，瘋狂尋找邊個要負責。但森林入面嘅僧侶竟然只係笑一笑，然後默默由頭做過。比約恩由呢度明白到，當你越想掌控一切，你反而會被一切所掌控。放低對完美嘅執着，容許事情唔如期發生，先至係真正嘅靈魂自由。而第3個將我哋推向深淵嘅痛點，係無止境嘅自我批判同埋冒充者症候群。響呢個充滿比較嘅社群媒體時代，我哋太容易覺得自己唔夠好。點解人哋30歲買樓結婚，我仲係一事無成？我依家擁有嘅一切，係咪只係因為好彩？有一日會唔會被看穿我根本無能力？我哋對自己極其刻薄，每日都響度審判自己。比約恩出家前係年薪百萬嘅高管，出家後發現自己連掃地、冥想都做唔好，常常陷入深深嘅自責。
直到有一次佢發現，連最受人尊敬嘅資深高僧都會響講經嘅時候講錯嘢，或者記錯經文。但嗰位高僧並無掩飾，而係好自然、好放鬆咁對住大家講一句：啊，我可能錯了。全場弟子哈哈大笑。嗰種對自己嘅包容同幽默，令比約恩恍然大悟，原來承認自己不完美，先至係世界上最放鬆、最有力量嘅一件事。聽落去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咁佢一世留響森林做和尚咪好咯，環境咁清靜，梗係講得輕鬆啦。但命運最精彩，亦最殘忍嘅地方，往往響下半場。修行咗17年之後，比約恩感覺到自己響森林嘅使命已經完成，佢做咗一個勇敢嘅決定，還俗返去瑞典老家。然而，一個同現代社會完全脫節咗17年嘅中年人，無積蓄、無工作經驗、無社會地位，佢瞬間由受人尊敬嘅僧侶，變成咗一個一無所有嘅普通人。巨大嘅身份落差同埋生存壓力將佢擊碎。佢患上咗非常嚴重嘅抑鬱症，佢整整有1年嘅時間，每日喊住醒過嚟，覺得自己係個徹頭徹尾嘅失敗者，甚至連生存嘅意志都冇埋。但命運並無就此放過佢。當佢好不容易靠住過去修行嘅心法，慢慢走出抑鬱症嘅陰霾，開始重新演講、寫書，甚至去到人生真愛嘅時候，老天爺同佢開咗一個最大嘅玩笑。佢被確診患上咗漸凍症，醫生好冷酷咁話，佢知佢嘅身體會慢慢失去所有功能，由手指、雙腿到最後連呼吸都做唔到。面對呢個世界上最絕望、最無能為力嘅死刑宣告，你估下佢點樣應對？佢無怨天尤人，亦無瘋狂反抗。佢喺書入面寫到，當佢聽到診斷嘅一刻，內心雖然有恐懼，但同時竟然湧現出一股奇妙嘅平靜，因為過去17年嘅修煉已經深深烙印喺佢嘅生命入面。佢好清楚知道，雖然佢無法控制自己肉體嘅衰亡，但他依然可以選擇用咩心態去面對呢個肉體。每當他感到無助、焦慮、覺得絕望，準備要吞噬佢嘅時候，佢就會響心入面默默對自己講嗰句魔法咒語：我可能錯了，我以為我嘅人生徹底完咗，我可能錯了，我以為我絕對無法承受呢個痛苦，我可能錯了。呢句簡單嘅話就好似一對溫柔嘅手，將佢由主觀嘅絕望牢籠入面拉翻出嚟，退後一步，變成一個帶住笑意嘅觀察者。即使到生命嘅最後一刻，佢全身動彈不得，佢依然可以用靈魂嘅自由去愛呢個世界。聽完比約恩嘅一生，翻到嚟我哋此時此刻嘅生活，我哋每個人都無需要特登辭職走去泰國森林出家，因為你依家身處嘅都市，你正面對嘅工作壓力、人際關係，甚至係你嘅家庭，就係你最好、最真實嘅修道場。響影片嘅最後，我想為你留低3個非常落地、實用，你今晚就可以開始嘗試嘅行動指南，幫你響喧鬧混亂嘅都市入面，翻內心嘅安穩與強大。第一個行動，當你腦海入面又開始瘋狂上演小劇場，係咁諗，佢係咪對我有意見？聽日件事一定會搞砸嘅時候，請響心入面默默話俾自己聽，唔好相信你腦海入面嘅每一個諗法。試下將自己同諗法抽離，好似睇住天空中嘅烏雲飛過一樣。你睇住佢，但你唔需要同佢糾纏，因為烏雲背後晴天一直都響度。第二個行動，練習對自己同埋對世界講：我可能錯了。下一次當你同伴侶、同事或者屋企人發生爭執，彼此劍拔弩張，你覺得自己絕對正確，對方直情係不可理喻嘅時候，試下放低內心嘅傲慢，響心裏面或者口頭上講一句：我可能錯了。你會發現，當你承認自己可能錯了嘅時候，你其實並無輸掉任何嘢，反而贏返咗放鬆、空間同埋包容。原本緊繃嘅氣氛會一瞬間軟化落嚟。第3個行動，每日給自己5分鐘嘅無所事事時間。
唔好睇電話，唔好聽音樂，純粹坐響度或者靜靜地行路。容許呢5分鐘入面，事情唔需要有任何進展，你唔需要達成任何目標，亦唔需要做個有用嘅人。溫柔咁話俾自己聽，依家呢一刻我乜都唔需要做，咁樣就已經好好。世界好大，步伐好快，但請你記住，你唔需要掌握一切，你只需要陪伴好依家呢個正在呼吸、正在努力嘅自己。多謝你陪我走到文字嘅最後。如果今晚嘅內容有溫暖到你，歡迎你分享俾身邊同樣活得好累、好繃緊嘅朋友。願你今晚可以帶住一份我可能錯了嘅豁達與溫柔，睡一個好覺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埋個鐘仔。下次有新影片可以再通知你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